有一天早上，他把我生下的金蛋拿到市場賣掉。同行的妻子就用這話這筆錢隨心所欲地買東西，這樣對夫妻就這樣在市場上來來回回地，一天越買越多。農夫和他的妻子變得非常富有，他們能買更好的衣服、更好的家具，甚至有更棒的房子。可是農夫卻想在更短的時間變得更富有。農夫想到一個奇怪的主意，可怕的主意。如果把這隻鵝剖開，它們就能馬上得到所有的金蛋了。於是他讓妻子着手捕捉這隻鵝，他們把鵝帶進籠舍裡，剖開後卻震驚地發現，原來鵝的肚子裡什麼也沒有。農夫和妻子都嚇壞了，但此時已經後
後悔後悔還片莫及還後後悔莫及。這樣夫這對夫婦在也夫擔不起過度奢華的生活，漸漸地，他們失去一切，像從前搬過著延平貧華的貧窮啊！貧窮的衣服，咩啊？貧窮的生活，最終他們學會要對當下所擁有的咩字話嗰個？心係新嘢嘅咩嗰個？心咩啊？心存感謝，太擔心可能會讓自己一無所有。一咩話？一無所有。